Hello，大家好，唔係Dominic，我係 Vio。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去睇下咧第39張單曲嘅一啲嘅安排上面嘅特別之處嘅。雖然咧單曲咧每隔幾個月就會出一次噶啦，但係咧第39張單曲裏邊咧有好多好破格嘅安排啦。其實咧喺呢10年嚟裏邊咧，賴木板係已經再冇做過嘅一啲安排嚟嘅。咁所以今日就同大家一齊去睇下第39張單曲 Same Number 嘅馬後炮分析。咁開始話題之前咧，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咁我哋開始我哋話題啦。9年未試過嘅16人選拔，由2016年11月9號開始發賣嘅《Sayonara no Imi》第16張單曲開始啦。原來賴木板已經進行咗9年嘅大人數選拔㗎啦。咁去到2025年嘅時候咧，竟然可以喺6期新合流之前咧，再次見得翻16人選拔呢一個嘅體制嘅。當年咧喺成立嘅時候，去到第6單啦，都係行緊呢個16人嘅選拔嘅。咁由於當年啦呢個嘅 AKB 咧，亦都係行緊呢個嘅16人選拔啦，同埋總選舉嘅話咧，最出名嘅人咧都係講緊頭16位嘅。咁作為 AKB 嘅公式對手，點會唔跟呢？但係喺2025年再回歸原點咧，行翻16人選拔咧，係真係好令人懷念嘅。咁可能因為咧開翻19人啦，或者18人嘅選拔嘅話咧 ，under 嘅人頭上面咧有少少吃力啦，難啲去開 live 嘅。咁亦都係因為5期新正值當打之年啦，放翻 Now Now 啊、Satsuki 啊、Hina 咧去做 under 嘅話，亦都係對唔住佢哋嘅成績嘅。同埋咧 Hina 咧都自己一個人啦喺 under 裏邊都單打獨鬥，努力咗幾單啦。如果佢再入唔到選拔嘅話，真係太慘啦。咁所以真係冇辦法地咧，營運咧就向4期去入手啦。好多人都會話，可能壓滿咗400部嘅握手會嘅話咧，都仲要落去 under 嘅話，真係慘無人性嘅。咁但係咧，大家都可以去借翻前車之鑑啊，睇翻咧最慘嘅2期新嘅前輩嘅，亦都係當年嘅慘情第一人啦，紫田南世。咁其實咧，佢喺畢業之前咧已經壓滿咗400部㗎啦。佢哋仲要壓嘅係實體嘅握手會，唔似而家嘅線上握手會啦。有得偷睇呢個嘅電話啦。雖然佢設握手會嘅步數冇田村咁快啦，一開頭亦都係因為有1期新嘅存在啦，咁所以咧有一段陣子咧都唔係話全設嘅。但係咧佢喺 under 嘅時間絕對係一定長過喺選拔嘅時間嘅，所以營運作死咧都唔係第一日嘅事㗎啦。另外加上咧公目仲喺度。反而田村歐咧，亦都可以睇到另一樣嘢嘅，就係啦，營運咧覺得4期咧而家仲係有嘅價值咧，就係一啲村外嘅能力，而唔係淨係村內喺賴木板團內嘅粉絲嘅購買力。畢竟咧睇落好似成日都冇咩資源啦，但係成日喺公視中度搶鏡頭嘅公目咧，靠住自己嘅 MC 同埋綜藝嘅能力，打入咗日經圈地榜女性 idol頭20名裏邊嘅第16位嘅。咁而佢嘅得分咧，仲要同呢個嘅3期而家嘅 Ace酷波係同分嘅，反而喺呢個榜裏邊咧，Kagi 咧係查無此人嘅，頭20名裏面係冇佢嘅。咁呢個榜咧亦都出現咗好多年㗎啦，亦都睇咗好多年啦，我都。咁佢個名嘅全名就叫做藝人權力榜，就係咧去訪問咗好多嘅日本人啦，對一啲嘅日本藝人啦嘅認知度啦同埋關注度嘅。咁唔講太遠啦，遲啲有機會嘅話同大家去講一講下。咁但係咧總之嚟講咧，呢一個榜咧其實係好有說服力嘅。營運咧選擇公目留喺選拔嘅話，亦都係非常之正常嘅，因為佢喺村外嘅話，亦都係代表緊賴木板嘅。除咗因為睇到公目嘅價值之外啦，我覺得亦都係一個殺雞儆猴嘅效果嚟嘅。因為咧5期新嚟緊啦，應該會大多數嘅人咧喺同一個時間裏邊咧會免除咗握手㗎啦，因為佢哋應該差唔多在下年或者下1、2年嘅時間裏邊咧就會握滿400部㗎啦。咁如果唔再開辦翻全國握手會，即係買呢個嘅限定盤送呢個嘅握手券嘅話，或者係6期新嘅成績發展得未如理想嘅話咧，當時候嘅單曲銷量嘅話咧，肯定係會大地震嘅，比可能真係畢業咗 Asa、Asuka 之後更加嚴重嘅。所以咧，吸納新飯啦，同埋發展村外業務咧，一定係而家首要嘅要項嚟嘅。所以就發生咗你啱滿咗400部啦，但係你冇村外嘅資源嘅話咧，都好慘咁樣被抌落去 under 呢件事出現咗啦。當年啱滿咗400部，唔需要再握手呢一個決定咧，其實都係因為想成員咧多啲機會去發展村內嘅事業，所以先至會有嘅啫。除咗9年唔見嘅16人選拔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歷史悠久嘅安排係出現喺第39單裏邊嘅。咁我哋一齊睇下啦。3人前排嘅站位。
咁其實3人前排呢個 formation 已經係追溯翻2013年7月3號發售嘅第6張 single《ガルズルール》呢一首單曲裏邊啦。咁其實今次39單都有少少似第6單《ガルズルール》嘅，畢竟啦將女飯較多嘅薩庫丹、川崎英同埋呢個嘅 Miku 一之瀨美空去放上去前排嘅話咧，真係幾估唔到嘅。咁但係我發現咗啦，一排3位嘅成員咧，都係喺美月畢業咗之後咧，經常代打《ガルズルール》呢首歌 center 嘅成員嚟嘅。咁 Kaki 就唔多講啦，喺美月未畢業之前咧，如果係4期嘅 live 裏邊咧，唱親《ガルズルール》咧，都一定係佢做 center 嘅。而美空亦都一樣啦，5期新嘅 live 裏邊咧，都係會去唱呢首歌嘅 center 嘅。唔知道咁多位朋友，各位家人們啊！上年嘅同樣時間啦，6月啦，香港 live 裏邊嘅《ガルズルール》係由 Sakura Tan 去唱嘅，所以我已經將第39單同《ガルズルール》咧連埋咗一齊㗎啦，喺我個腦裏邊。最後一位戀山病嘅成員咧，Ioki 咧就企咗喺3排嘅 centre 位啦，就啱啱好同1排嘅3個人咧做咗一個3角形出嚟嘅，所以今次係戀山病成員大勝嘅，亦都因為咧我個腦裏邊連結咗佢《ガルズルール》啦，咁所以我真係好期望今次嘅呢首歌可以有翻12年前嘅嗰種夏單嘅感覺嘅，充滿住夏天嘅感覺啦，聽落去好似有啲蟬聲係做一啲嘅配襯嘅感覺啦，而唔係喔喔喔耶耶耶同哇哇哇嘅感覺嘅。咁但係咧 same number 嘅話咧，雖然 Kaki 咧就話可能39單係 Frankie 嘅意思啦，但係咧我覺得咧 same number 咧似住呢個肥秋咧經常會寫嘅歌詞啦，我覺得可能 same number 就係可能係紀念日係一樣啊，生日係一樣啊，電話 number 係一樣啊，嗰啲情情愛愛嘅故事會比較多嘅。咁不過喺站位上面亦都好開心啦，營運都繼續會俾機會5期新其他嘅成員去企呢個嘅前排嘅。咁就算唔係 center 都好啦，護法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位置嚟嘅。上年嘅 Cheat Day 啦，咁就係由 Teresa 同埋 Aya 去企啦，今年就會有 Sakura Tan 同埋呢個嘅 Miku， 咁都算係平衡翻呢一啲冇上期嘅5期新嘅成員嘅。其實如果 Now 唔係成日病休，人氣咧再高一級嘅話咧，我覺得咧今次呢個位其實好大機會會係 Now 同埋 Ioki 護法而 Kaki 企前排做 center 嘅，咁成件事就更加加到之亂啦，因為3個高嘅前排，咁啊唔似而家真係一個山形咁樣企前排嘅。雖然咧站位上面係咁樣安排，但係加到 Zulu 嘅話，其實大家細心啲去睇下啦。其實佢喺呢個嘅副歌裏邊咧，其實係有將麥尊咧同呢個嘅孖二人咧係變咗做相思，之後將2排嘅 Ikuma 張咧企咗去做1排嘅。咁所以睇下今次會唔會咧喺站位上面亦都會有咁樣嘅安排啦，將2排嘅 Endo 啦同埋 Nagi 咧放上嚟前排咧去企嘅。咁唔知今年嘅下單會唔會同上年嘅下單一樣啦，就可以推到多一個5期嘅成員咧去到 Teresa 咁樣嘅位置啦。其他成員定位？咁首先咧，第一樣嘢恭喜翻 Nagi 同埋 Nagi 嘅番啦，佢終於咧又再成為翻1者而唔係2者啦。因為今單裏邊咧，佢就同 Endo 咧去做對位嘅。因為營運咧好少可會揾一啲唔同期加上身高唔一樣嘅人咧去做對位嘅。咁少但唔係冇啊，對於對位係非常之執着嘅。咁但係咧，經常咧見到佢咁樣夾硬去做嘅話咧，通常會出現喺 centre 嘅護法位置啦，或者係3排嘅一啲夾針位置嘅。咁例如個 Anything Across 啦、Kimi ni Shikarareta 啦，咁你都可以見到 Asuka 咧真係冇一個同 level 嘅人可以做到對位。咁所以咧就由一個後起嘅 Ace 美月同埋呢個嘅 Yoda 咧去做翻佢嘅對位嘅。咁其實今次咧亦都可以繼續完美復刻 Garzuru 嘅 formation 咧，由而家嘅367去咗改做358嘅。但係咧我就諗啦、估啦，可能營運咧就唔想將 Teresa 去放喺3排，咁所以咧就會有呢個嘅367嘅站位，而唔係358啦。好，咁今日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咧今次嘅39單咧，亦都可以喺下旬裏邊咧帶到一個好開心嘅夏天俾大家。雖然咧我就又傳落啦，咁睇下有冇機會，或者我自己到時候有冇興趣咧去睇下樂天公開販售嘅時候會唔會買到飛啦。咁之後咧下一個話題嘅話，應該會大家就會比較留意咧，就係6期新幾時會進行合流啦。因為咧過咗下旬嘅話咧，應該會就去到秋單嘅時候先至會再發單㗎啦。去到年尾嘅時候咧，應該都會再有一批嘅成員咧差唔多要畢業㗎啦。咁所以到時候咧6期新合流咧就一定係懸上之戰㗎啦。咁但係咧我都係覺得，如果係6期新空降嘅話，雖然瀨戶口
佢嘅成績好好啦，咁但係咧，我覺得營運係唔會咁容易放棄佢嘅官推嘅，所以咧都會係此田咧去做 centre 會比較多嘅。唔知道大家又點樣諗咧？39單你哋又會買幾多張嘅單曲咧？歡迎咧大家喺呢個留言區咧隨便同大家一齊去傾偈嘅。咁今日就嚟到呢度啦，中意記得啦 share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